環保署截至2023年嘅統計，香港每日有超過3000噸嘅廚餘送咗去堆填區，浪費咗大量食物，不但止啦，仲加重咗環境嘅負擔啊！想減輕環境負擔，不如試下惜食平台，減少浪費之餘啦，仲可以慳埋荷包添。今晚就請嚟惜食平台公司香港區主要客戶經理梁舒敏同我哋分享多啲嘅。歡迎你啊，舒敏。嗱，我知道咧呢一個嘅應用程式咧本身就係嚟自泰國嘅，之後咧點解會揀咗嚟香港發展嘅咧？一開始喺泰國係因為我哋發現嗰度有好嚴重嘅食物浪費啦，咁之後揀咗香港都係3大原因。第一原因都係呢度嘅食物浪費都係好多嘅。香港每日係會送翻3400噸嘅食物去到堆填區啦，而入邊仲有好多係食得嘅。咁第二嘅話就係因為香港人口密集高啦，再加上又係美食天堂啊，啲餐廳啊、麵包鋪啊同埋街市又多啦，每日就會有好多剩低嘅嘢食，唔知點樣去處理。咁依家嘅系統係唔知唔可以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咁第三嘅話就係因為香港對環保嘅意識係越嚟越高啦，所以我哋就揀咗香港嚟做推廣呢個惜食概念嘅一個地方啦。以前我開餐廳咧，賣剩嘅食物就直接捐出去啦。咁而家呢一個程式咧係有啲咩唔同咧？即係點樣使用？點樣幫我哋更好咁樣減少浪費咧？啲鋪頭每日閂鋪之前咧就會有好多賣唔出嘅嘢食，佢哋就可以用惜食福袋嘅形式喺我哋嘅平台上面賣出去啦。咁啲用戶嘅話就可以喺我哋嘅平台上面睇下附近有咩鋪頭啊，就可以買啲福袋，跟住到指定時間就去拎啦。咁啲福袋嘅話，每次內容都唔同嘅，每次就好似拆禮物咁樣啦，都有驚喜嗰度噶。就環保嗰方面嘅話，每買一個福袋就等於減少2.5公斤嘅二氧化碳排放啦。即係有啲拆盲盒嘅感覺啦，即係唔知裡面係啲乜嘢嚟嘅咧。咁用呢個惜食福袋形式去售賣咧，店鋪每日賣唔晒嘅食物咧，其實對於商戶啦同埋我哋啲消費者各自有啲乜嘢好處咧？啲商戶嘅話，佢哋賣唔出啲嘢食係會造成啲損失嘅，所以以惜食福袋嘅形式賣出去嘅話，就可以攞翻啲成本啦，同時又可以吸引翻啲新嘅客人，又可以建立一個環保嘅形象喎。咁啲用戶嘅話就可以用好平嘅價錢啊，買到原價2倍至3倍嘅高品質食物啦，又可以試翻啲新嘅鋪頭同新嘅嘢食嘅，環保就變成一個好簡單啦，同埋好有趣嘅事啦。咁其實喺咁嘅雙贏局面之下啦，用戶同埋合作商戶佢哋對個程式有啲咩回饋咧？整體嚟講都係非常之正面嘅。用戶嘅話，佢哋就會覺得平啦，同時又有驚喜感啦，又覺得自己喺度做緊好事喎。我哋係有用戶喺我哋嘅平台上面係慳咗4萬蚊咁多㗎，咁就等於2個月嘅租金咯喎。咁用商戶嘅話，佢哋就可以處理翻佢哋平時賣唔出啲嘢食啦，同時又可以吸引翻啲人流去到店鋪度。我哋有啲餐廳啊，同埋麵包鋪啊，都有話俾我哋知，夜晚嗰陣時啲客去拎袋嗰陣時，都會買翻其他啲嘢食嘅。咁用咗呢一個程式之後咧，佢哋嘅消費習慣啦，又或者係環保嘅態度，有冇轉變咧？係會有變嘅，但係就係慢慢咁樣變啦。啲商戶啲用戶一開始可能係因為平，跟住又有驚喜咁喺嗰度啦。之後嘅話，佢哋就會更加珍惜啲食物，就會減少啲食物浪費啦，同時又會接受翻啲外表唔係咁完美嘅食物，又會消費嘅話就唔會咁衝動消費，環保就變成一個好自然嘅事啦。咁你覺得成個推廣過程中或者未來要面對嘅主要挑戰係咩咧？挑戰係有嘅，就係有啲用戶或者係人唔係好明白剩餘食物呢個概念啦，就會擔心啲食物品質係咪有問題嘅，所以我哋就會做多啲推廣啊，同埋教育啊，話俾佢哋知啲食物其實同平時喺店鋪度買嘅嘢係一樣嘅，只係遲少少賣出去嘅啫。仲有少少時間，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嚟緊仲會點樣去推廣呢一個計劃咧？
之後嘅話，我哋就想同唔同嘅部門啊，或者係學校啊合作，跟住就推廣翻同埋教育翻啲人民關於惜食啊，同埋減少食物浪費呢啲概念嘅。好啊，今日咧多謝晒 Xiumin 上到嚟嘅分享，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好好珍惜食物，唔好浪費，一齊咧為環保出一分力。咁如果大家咧想為社區出一分力咧，都可以好似佢哋咁樣去做義工喎。今集我哋嘅銀髮有辦法咧，就有一班自己本身都係長者嘅朋友，以老護老，為獨居同埋雙老長者咧去到送上電器同埋御寒衣物，最緊